ABC 係好正喎，有廣東話班同 Raymond，佢會教你數123，佢係好叻同斯文。朝早7點就起身 ，set 要沖涼同刷牙，9點出門搭巴士，搭半個鐘就到學校。我哋嚟自唔同國家，人人都要學廣東話。中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台灣仲有馬來西亞。嘻嘻呵呵，嘻嘻呵呵，Liam，嗱啦諗啦，你要返學快啲行路，唔好掛住麻花香。好肚餓，日餐中餐到漢堡包，你要乜嘢有乜嘢。如果你想自己煮飯，士多買嘢好方便。12月係考試月，每日都要飲咖啡，人人都喺 Urban 讀書，希望考出好成績。呢度好多學生喎，平時去 Next 買嘢食，嗰邊嘅嘢好貴喎，不過麻麻地好食啫。真同呢人去運動，佢哋鍾意舉啞鈴。我嘅廣東話冇得頂啊，多謝 Raymond 教我哋。